今仔日会来有一个进前面试的设计 UI 设计的一个朋友。其实我甲伊无熟识，是因为我第一届做面试的面试官，所以就做熟悉的。然后就较热心，就甲伊有熟识，佮换来。伊伫台中其实嘛有头路，薪水嘛不伫遐悬。伊是下港人，只是讲伊嘛是伫想讲爱转来无，因为薪水无遐悬。反正伊迄个时阵有录应着咱的头路，阮公司的头路，应着阮公司的头路，但是无过来。即摆可能就开始因为因主管有有问题，变讲诚侪人拢离开，伊可能嘛挡袂牢，嘛足想要离开。伊阁想着即个工课，即个势头。嘛拄仔好有伫应人，我嘛有甲伊讲，即是有一个人带一年，替互主管付出去。我着讲一寡互伊参考，看伊决定要安怎。只是我想讲，咱人就是安尼，若讲无好好甲咱的事项去做一个处理的话，变讲真正你去台拢拄着共款，互使人足痛苦的代志。就亲像讲，即摆若讲我伫 Clubhouse 的房间，我若讲去讲话，但是因为麦克可能无啥好，网络无啥好，所以我的声音拢一个仔长，一个仔有，一个仔无。我着讲哪会安尼？我拄则哪会表现甲无好？就是我若讲有即种思想，我着变讲到处我着是感觉讲压力诚大，所以讲诚侪代志，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咱会使安怎去想？我着会想讲，这嘛无啥，反正你拄则讲过啥，无讲过啥，迄嘛一个过程尔。就是意思就是讲，这只是一个过程，这种想法足重要。较别讲定定搁翻过头去，责备家己，去怪家己拄则的表现。就亲像讲，我若第一届去做一寡代志讲台语的时阵我嘛想讲，迄个时阵哪会讲遐烂？即摆若讲是比以早搁较好，但是嘛是会讲，比起来嘛表现无啥好。若定定咧想讲，我哪会表现无遐好，甲相比就是较差。还是讲会想讲，我应该会当搁表现搁几分，但是有一寡时较差，就变讲无遐满意。定定有即种想法的话，就是讲，咱看到的世界，就是咱创造的世界，就是创造讲咱定定会做代志，就是差一点仔，都无遐完美。无是咱做代志，就是讲，为何就无为何就是缺点诚济，无就是讲找头路，带一间公司，定定就是讲，哪会拢拄着歹人，拄着无好的主管，哪会天下间到处拢是共款烂，共款就是有烦恼。变讲，咱若是无甲咱的心甲伊修好，变讲到处其实拢是看着烦恼。这就诚无简单就是变讲你会认为讲这世
天下遐大，无一位我会当去。讲找头路可能无够格，能力无够，啊无就是下港的势头可能机会无遐济。但是即摆佫住甲遐痛苦，应该要安怎？我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讲天下间的人其实拢有共款的一寡迷惘，变讲大家愈来愈甚，迄无快乐的原因，佫有即种受伤的感觉，哪会大家拢遐甚？若讲有一个人去讲伊，做无欢喜的故事，我相信可能大家嘛会有共款的感想。所以讲，这就是因为讲咱无去无运用一寡讲一寡观念，用咱的意识去发觉着讲，其实咱会当甲咱的世界创造起来，毋是无奈的世界。咱即马就是讲，已经真惯是讲，咱的明仔咱的未来，就是无奈，就是即马跍伫遮，就是跍伫遮，就是若讲无跍伫遮，即个即摆的状况，嘛无所在好去。但是跍伫遮，佫跍甲真艰苦，足想要离开，但是想要离开，佫毋知影爱倒位会当去。这就是现代人真侪人的烦恼。变讲，其实毋是讲，即个世间就是真无钱。颠倒是讲咱的心无去修，无去去知影讲咱的这世界其实是咱的心，咱是导演，咱会使控制，咱毋知即件代志。所以讲，每一人拢是过了真委屈，真痛苦，定定受伤的生活。若讲咱受伤，咱嘛会使别人受伤啊。一个无快乐的人，伊若讲做主管以后，其实嘛袂讲因为伊做主管就变快乐，这是两件代志嘛因为做主管的条件毋是快乐，而且呢，做主管以后，可能钱会加，会当分配代志，但是毋是讲就会当找着快乐，这是两回事。所以讲，因为咱拢毋知影，咱诚侪代志拢无去学，嘛无去观察，即种观念、即种概念呢，咱拢毋知。变讲，大家拢是过共款的生活，共款的，就是茫然啦。所以讲，你若要去要去埋怨公司，你可能一个人讲阁无够，一堆人会当陪你讲，就亲像靠背，啥物都共款嘛。就亲像大家新妇，这是万年的一段故事。所以讲，每一人为虾米拢会安尼？因为每一人的家己的意识、自我的意识，就是拢共款。不知不觉拢是共款，拢共款以后，当然咱的感受嘛是共款。但是咱无伫遮去做一寡拍拼，做一寡调整。就亲像讲，今仔日若讲伫一个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所在，变讲可能会住久，住到50年、60年，住到做阿公阿嬷，嘛无即个意识，就是亲像讲，若细汉的时阵无讲病，是受委屈，但是等伊老啊，伊颠倒嘛共款，互别人互世
有委屈、无公平、偏心，就是讲因为伊无即个意识，伊无觉悟着即件代志其实是无公平。伊早着人压迫时阵，当然是想讲无公平，怎会安尼？但是有一工，换讲伊有即个权利的时阵，伊无转势过来，想讲去做改变，因为若做改变嘛，足奇怪嘛吼，所以变讲，若咱的即个意识无去觉悟的话，咱就是会做共款的代志，就像我迄早共款啊，去倒拢想讲嘛无所在好去啊，这生活哪会就是不得已去过即种生活？我相信嘛，诚侪人拢有即种想法。但是我即摆就是有开始会去改变即种改变毋是讲即摆就是要即个世界要顺我的意毋是安尼，是讲阮逐工的重点就是较就是较无共款。像我即摆若讲，今仔有去找着啥物我今仔去拜山，我拢用听的嘛，去听人念台文通信即个杂志逐工就是轮流读一段。我迄时阵有反应，但是就是无方便讲嘛去念嘛，因为伫上班。毋过今仔我有偷偷念，毋知影念起来声音是安怎，因为我是无法度录着家己的声音，变讲嘛毋知影别人会用这电脑听着我的声音是会一直喷，声音一直喷，还是讲声音足细声，还是讲伤大声，其实我是毋知。嘛定定讲念错误的所在，佫拄着佫错误，就是无遐紧就家记起来，因为就一个字一个字一直来一直来。毋过即种体验即种体验诚趣味，诚新鲜，就变讲我的世界，我有时阵想讲嘛袂歹即个科技嘛有时阵会亲像赛斯讲的即个世界就是变讲虽然你伫办公室你拄着是你的同事但是你耳机内底你听着的，你参与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讲有一群人甲你有淡薄仔熟，佫无遐熟咱伫遐讲台语伫遐练笑话有的人是因为要开车开车当然会想要困。若讲伊若讲入去 Clubhouse， 伊有可能就是对伊来讲就较有精神，佫会一直会当选嘛结果这甲广播电台无共，因为广播电台你无法度参与嘛若讲你去 call in 是会当，毋过即摆嘛毋是诚侪电台会当节目会使互大家拢 call in 入去就是大家咧会找一个合意的方式有人是孤单，想要伫顶头讲熟识一寡朋友，因为现实世界想要找朋友实在是诚困难。但是透过这网络的世界其实找着朋友熟识这是佫较紧而且你嘛毋免讲安怎算熟识无像以早讲爱斗阵做兵爱做同事安怎较有即种机会所以讲大家的目的拢无共款，但是大家就惯势嘛大家就会躯体内底就有时阵开讲，有时阵分享其实就是一个
无共款的世界。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就是学台语。所以讲，伫内底只要大家讲台语，其实讲啥对我来讲拢有帮助，因为就是想要创造即种台语的环境吼，台语的环境。所以讲，若今仔我的重点呢是放伫一寡无共款的所在。我逐工都想着讲，我有一寡进步的所在。有时阵念无好，不要紧，我若家记着，我阁有家录起来，加听几摆。后回若拄着共款的字共款的词，我就撇免讲，莫用华语的念法，莫受着华语的影响。活动我知影讲爱练动，莫讲活动。但是有时阵看到一寡什物动我阁会念着。无就是讲好友谊，是好友谊还是好友谊？即马就爱定定练习。我想着讲，我一开始练会员，还是会员，我拢分袂清楚，就是定定伫练习。而且嘛有去运动嘛，因为我的同事较和我较好的迄个查甫同事，伊就是厝内嘛有讲台语，爸爸妈妈讲台语，但是家己无练嘛。伊即马嘛愿意和我斗阵练，安尼伊有运动，嘛真好。伊有时阵嘛会讲一寡系统，讲一寡公司伊有压力的代志。我嘛想讲，其实嘛真好，就是讲我莫用即种眼光讲，这对我有帮助无？我会使做主管无？我会使薪水变较悬无？阮公司会当趁大钱无？甲我加薪哦？阮公司会诚危险无？阮公司若就是莫定定用即种想法甲，就是即种想法，就是家己就是无奈甲痛苦嘛。但是人就真奇怪，就是会用即种无奈甲痛苦，互家己就是讲，可能就是像阮同事即个查某同事，伊就会有即种压力，所以讲伊会讲过敏。以早伊会当啉咖啡因的物件，即马袂当啉一啉就过敏。伊嘛有想讲，是毋是原因出伫讲伊伤烦恼，会搞操烦，对公司的物件搞操烦，足惊出失甲惨。所以讲，要讲人类就是一个足爱甲烦恼甲伊放伫身躯顶头。但是定定就是对快乐毋敢挖近的人，就是安尼。像咱信一个宗教，就爱讲咱人就是啥物拢毋知啦，无知啦，搁作孽啦，搁有罪恶，是一个罪恶的人。奇怪，信一个教是好诶代志哪会爱甲家己安尼讲甲安尼？但是为何会安尼？就是咱人就是做欢喜，甲家己补甲诚痛苦。想讲若讲我今仔做一个快乐的人，这不对因为可能咱的电视播的戏或啥物物件有诶无，咱看到的足少是快乐的人，毋是讲有一个责任感的人呢，无就是受欢迎，无就是诚敖的人。像阮翁就会去看中国一寡啥物电视有诶就是讲伊北京大学毕业，迄叫啥物学霸安怎，就是电视会定定强调讲这个人诚敖，
也无这个人安怎安怎。但是真少是讲追求咱人就是做单纯的快乐，单纯的快乐。若你无单纯的快乐，就家己去找。但是无咱若有，就是讲这个人做爱去耍啥物物件，耍车，伊着做坐车，伊着做快乐，因为看着遐济车别人拢无，伊有遐济几百台。有人会去收一寡啥物钢弹啊，咱就想讲，这人一定诚快乐，因为收甲足济赚呢。其实这嘛无代表讲这人就会快乐，就亲像讲这人做拍拼，做今仔做主管啊，做主管这代志无代表伊会快乐啊。这人伊考着公务人员，考着正式老师，考着正式老师嘛，无代表伊就快乐，这毋是啊。你会使讲伊正式老师，伊就是较稳定，伊的生活就较稳啊嘛，稳定。但是稳定嘛，无代表就是诚快乐。若是安尼，就代表快乐。咱全国上快乐的人，应该拢伫学校嘛。应该学校每一个老师拢诚快乐，所以伊带班啊、带学生，每一个拢快乐甲不得了。理论上应该是安尼啊，但是无呢。看迄忧郁症的啊，伫做老师忧郁症的嘛诚济嘛，袂少啊。所以讲。因为咱这社会无人伫追求快乐，咱想的快乐就是讲，可能去夜店啊，去拍扑啊，你伫耍伫啉酒啊。我心内咧想，这嘛一直啉酒，甲朋友斗阵，足闹热，但是足惊孤单。安尼就是讲时间伤济，就是毋知影要创啥。这嘛无代表快乐吧？只是讲伊可能伫遐会讲话会笑嘛，因为是诚放松，所以会当讲会欢喜，应该会当，就是讲甲共款的人有就是拢是讲一寡无压力的物件，迄应该是叫舒压。舒压甲快乐应该嘛是有差别。伊是有一寡压力，豆豆仔就甲伊甲一寡压力甲伊释放出来，就压力较少，压力较少当然有机会较快乐，但是嘛是甲讲快乐这嘛是无共款啊。我想的快乐其实就是满足，就是讲其实我定定嘛会去比较，我有一寡惯势嘛是会使我痛苦。就亲像讲，我若今仔去 Clubhouse， 我就想讲，奇怪，逐个拢无甲我约起来呢，是安怎？我是啥物所在得失着别人爱今仔因是安怎？我就是即种怀疑心，就袂快乐。我若今仔讲讲话网络无好，逐个听无，足气的。这佫造成无快乐。无就是讲台语讲一段，结果我若讲遐无好。像武勤的台语房定定着安尼，因为伊迄逐工开，可能伊佫受欢迎，所以讲伊的台语房定定有新的人来。而且迄新的人拢台语拢诚会讲哦。讲奇怪，我以前拢无发现，我就是讲会晓讲台语的人拢替我follow了啊。结果佫有呢，伊嘛对台语嘛足有心呢。所以变讲安怎，就是讲我若雄讲伫遮，变讲有时阵你有想讲人的台语哪会遐好？
我嘛讲无啥好，啊无有时阵你会想讲，这人讲啊无啥好，啊听伊讲话是毋是？听伊讲台语就是足损失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浪费时间。即种拢是使我无快乐的原因，就是我定定用一个量去量这，讲对我来讲有好处无？对我来讲，我有比别人搁较高无？这其实就是咱社会上，定定讲你若要做主管，你着每一个案，若讲是出差案啊，较水案，你着爱撒互别人，无就是讲若出差，着讲看有别人会当斗阵来担无？无上好就是互别人去担即个出差做，都变讲是安尼无毋对，变讲你若要为去爬去较顶头，为迄叫爱安怎讲？就是讲你若讲爱拍摆诚济对手，变讲别人拢无心，着心你这个人。变讲这过程中间，你爱做拍拼，做努力，做努力，搁爱做谨慎，搁爱诚细腻，诚认真，就变讲其实这是互一个人变甲无快乐的一个做法。就亲像讲，我今仔若讲想要做这 Clubhouse 房间上重要的人，就亲像我伫公司想要做主管共款。迄共款啊，就开始无快乐啊，因为有别人来，我就无认真听讲内容是啥，我就想讲，我即马是 moderator 啊，我就爱甲啥物人啊诱起来，我爱做啥物爱维护这房间内底伊的迄叫啥物安宁啊，伊爱有规矩啊，就变讲。我就像一个想要做主管的人，无就是即马是副手的人，即马是小组长的人，即种心态。别人咧讲话，拢是讲，哎呀，别人讲话，我爱去甲伊，维护即个，维护即个规矩啊，还是安怎？都不知不觉就会想要干涉，家己以外的代志，家己心内感想以外的代志，就会愈来愈感动，即种心，即种柔软的心会愈来愈少，就变讲足惊吓，毋敢讲会有犯错，就变讲无法度，就是无希望甲你像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共款，就会开始惊，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今仔日若讲要为快乐的方向去行，变讲我为细汉的代志，到大汉的代志，我拢爱知影，我拢爱调整我的心，大家拢会想讲。你若今仔去新公司上班，你着调整你的心态，你着爱较面色较好诶，爱安怎？但是大家拢无想着讲爱变一个快乐诶人啊，毋是达成咱诶想要做诶，想要做主管我若做主管以后，我着变快乐啊。其实颠倒毋是安尼，这叫做目标嘛，目标的实现，但是目标的实现无代表讲就会使找着快乐。快乐就是讲每一项代志拢会去调整这想法角度，就亲像讲，我伫 Clubhouse， 我就是讲我足幸福的，我敢若听就会使，我毋免主持啊，因为主持你就会开始爱照顾每一个人，若讲。我今仔去讲话，想要发表一句话、两句话，若
讲网络状况无好，我会开始讲，不要紧啊，因为轮到我要讲的时阵，就开始会当观察讲，是毋是我手机啊开着啥物物件，互我网络的状况无好，吼。也无就是讲我是一个互，就是无遮完美的人，逐家都袂讲对我就是有一个敌人的即种想法，都袂想讲这个人做代志都遐完美，实在是，有戒心啦，会有戒心，这是人类的一个反应安尼，但是这个人会出错，讲这个人无威胁啦，这个人天天啦，这个人讲话就诚坦白，就是讲无遐完美的人，人颠倒就是讲袂歹啊，甲伊我近啊，就会做有自信，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就会使有足侪无共款的方向去想。就亲像讲，我听赛斯的演讲，伊就讲，有一个人啊，伊就可能讲，安怎讲？讲着眼真好啊。这个人啊，就足紧张，要安怎？我开始食啥？我去看啥物？医生要看倒一个病院，足紧张，搁足郁卒，讲哪会是我？我是做啥物代志啊？我是食啥物无好诶代志？若是即种反应，就可能就真正是着严重诶人诶个性。但是若有一个人讲，哎呀，那不要紧啊，袂死啦。会安尼想诶人，伊就袂着严重，伊就毋是着严重即种个性诶人。无烦无恼嘛，就是讲都无想伤济啦，就是白讲代志拢过啊，搁一直伫咧想。其实咱定定就会安尼啊，所以有一寡无欢喜，就是安尼引起的吼。就有时阵卡普好事啊，讲发生啥物代志这时间就过啊，明仔载搁伫咧想拄仔离开房间关起来，伫咧想，伫遐检讨。明仔载搁伫咧想，有一回就足细意的讲莫互即种代志发生。这原理就甲啥物共款的，就亲像我嘛是听赛斯，有一个人吼，伊就讲伊失眠，伊无法度困，因为为何咧？伊就是讲，伊想的可能是讲伊爸爸拢会，伊阿爸会互伊压力，就讲你是做老大的，你就是爱做即个上好的，做互人看，你爱定定吼。困进前，就爱去想讲，家己倒位做无好，逐工安尼去想，颠倒伊就愈想愈讲足无想要困，因为一想就想讲家己做足侪代志，甲迄时拢无做较诚好，阁有改进的所在，无有时阵嘛，毋是家己做，就会当完成的，就会想讲要安怎？即个变讲，咱以早教育甲咱讲的，就是讲定定去反省，讲安怎做，搁去改进，就进步，安尼就愈来愈好，愈来愈完美啊！这毋是上标准的吗？为何上标准的即种做法，颠倒使一个人破病，而且伊的病就诚痛苦？别人无法度谅解，就亲像讲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定定伫反省家己，想要互家己做甲搁较好，但是颠倒伊搁破病，破病以后变讲伊无法度搁做甲比想的搁较好。为虾物一个追求对家己做要求的人，要追求完美的人，结果竟然是破病。伊迄个来宾有讲因爸爸，因爸爸就是连连的，家己压力讲等互别人讲我著甲你教，你就是去想你倒位做无好，著常常的去改进，
做甲做好诶，讲完啊，这个人讲完就困甲诚好，因为伊就想讲啊，我着叫别人做好啊，甲烦恼拢等互别人，别人困袂去，但是家己着困去啊。咱以早啊，伫读国学仔诶时阵啊，定定讲，每礼拜拢会写一个叫中心诶题目，中心德目，什物负责任啦、爱国啦、仁爱啊，有诶无诶。奇怪，为虾物变做用即种方式去生活诶人，大汉以后竟然是破病结果，这世界实在，这天下实在是伤无公平啊！其实毋是安尼，是因为咱诶教育，本来就是要互使别人痛苦。伊毋是要教育大家，做一个快乐诶人，因为咱诶学校毋是叫快乐学校，就是无人去注重这啦。若亲像佛教，伊诶想法嘛诚奇怪，伊就是讲人着爱痛苦。颠倒佫讲，你即马若讲无痛苦啊，以后佫会食苦，所以你上好即马细汉诶时阵着诚痛苦，诚痛苦，甲痛苦拢做完啊，以后着生活颠倒好过。佛教有即种观念嘛，诚奇怪。就是一个人若自细汉就遐痛苦啊，伊大汉伊哪有法度讲突然间知影讲，快乐伫倒位，幸福伫倒位，伊着无实在即款物件。所以讲，因为咱的社会阁有教育，就是讲对快乐这是讲做负面的想法。像讲即马中国着讲，这名称啊，安怎互人快乐的这言语的事业，爱管制啦，袂当安尼啦，安怎？着想讲大家伤快乐，拢袂记讲咱的国家的方向，咱的领导人安怎讲的话啊，安怎？所以讲，迄个世界嘛无要互人快乐的啊。咱想的快乐拢是讲趁诚济钱，创伫国外，甲咱的上爱的人送去国外去。其实这哪有可能快乐啦？你上重视的人拢无伫身躯边，虽然诚济钱，但是钱本来就毋是互人快乐的快乐的物件。有钱就是有烦恼，钱伤济，当然烦恼就济。无钱当然嘛有烦恼，所以无嘛烦恼，有嘛烦恼。所以，钱就是一个烦恼的来源嘛。无你嘛烦恼，有你嘛烦恼安尼。拄拄好当然上好啊。就变讲，因为咱即个社会、咱的教育、咱的世界是不应准咱人快乐，所以讲咱定定的想法会变讲为无快乐，为即无家己的方向去想，就亲像讲迄小雪，我参加迄毕业路的小雪的社团啊，每一个人写就是要立台，立台迄个主角，因为安尼大家爱看，其实我嘛诚爱看。就变讲，就是快乐、享受，这颠倒变讲，大家有这种罪恶的感觉，这当然就是亲像讲，伫伊斯兰的国家，若讲做严格的话，查某的伊可能嘛有这种罪恶感，讲，我即摆若来出来行路，互人看着，这袂当，这就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即摆咱对快乐嘛是有一个罪恶感，有一个感觉做罪恶的想法，嘿。
像我即摆啦，都是因为讲华语讲伤久啊，所以讲台语呢，有时阵会用华语去翻。因为我想的第一个词做下味的词，其实当然拢是华语为主。就变讲你着甲华语着内翻翻做台语安尼。那嘛不要紧，因为我即摆着有一个学习进步的空间，我着会去听一寡电台啊。我即摆着有去找，袂歹啊，因为有找着有嘛。着去听别人的要安怎讲，着听较老辈的人啦，因为老辈的人着受华语的影响较少。着去学，着豆豆仔调，豆豆仔进步，其实拢毋免着急。这着亲像讲，以早我着是认为人生着是无奈痛苦，而且定定失望，而且定定着想讲，别人是毋是要对家己不利啊？别人是毋是会看家己无起啊？定定着会有即种想法。所以变讲，你若讲今仔去一个入去一个房间，一个所在，看逐家拢不插你，咱的想法就一定是安尼。讲奇怪，这是毋是有人讲我歹话？有即种想法，就代表讲咱人就是对家己做无自信的。家己的价值就是别人会去讲后骹床话讲两句家己的价值就消失去啦。变讲这就是这观念就是诚久啊，就亲像讲我讲华语我读的物件我即摆嘛无用啥物白话字啊、汉文啊，嘛无啦，我嘛是用中文的文字为主，文化为主，所以讲当然定定会产生着即种影响，就是讲要安怎讲？就是华语化诚严重即种现象。但是我嘛毋通讲，因为安尼，就定定讲哪会安尼啦？毋免安尼这就亲像讲，我搁伫调整讲，我的想法定定嘛会开始想要看人的笑话啊，想要分一个关系啊，想要比别人搁较好，想要做第一名，去争迄第一名，就是有即种竞争的即种意识。但是我即摆就是爱定定改，像今仔咱房间内底有 Emily 来啊，有人就想讲就想要听讲伊有讲一寡较罕的物件，来互大家安尼偷笑，就表面上袂笑嘛，就会讲足认真听。其实等伊离开这房间，大家就开始讲伊拄则讲迄这伤罕，伊哪会较罕？就是讲别人尻川后的话安尼安尼其实真正会使人诚快乐，嘛毋是快乐啦，就是使人会介意安尼，就是因为讲对家己无啥物自信，所以讲若看着较罕的人啊，就变讲有人做上尾名，有人比我搁较罕啊，安尼我就毋免讲惊吓讲，我是毋是内底上尾名？但是咱若讲今仔日去一个所在，每一个拢做好诶，做标准诶，即种好应该是讲标准就亲像讲我若讲去一个台语诶社团，有人台语比我搁较烂，我就做安慰诶，就是一种安慰诶感觉。但是嘛，袂当大家拢讲遮烂安尼，我想讲，我就无认识着，无去听讲较厉害诶人，无听高人但是我即摆会当换想法，若讲我拄着诶人虽然拢比我搁较好，这就变成一个学习嘛，就亲像讲我若拄着诶人台语拢诚好，我就放下，我想讲，为什物我就是排
后尾命啦，阮哪会练遐久啊？逐工拢伫遐练台语关心，台语想要练习，哪会阁安怎？若发觉讲这青仔懵啦，就是虽然台语诚够讲，但是袂晓去学白话字啊、台罗拼音啊、汉字啊。你就想讲我至少虽然我嘛无啥会晓，但是我有开始练，有一寡概念就诚欢喜，讲我比这人有一个所在比过这个人吼。其实这种想法拢是传统，就是我家己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以早的想法，我旧的想法。旧的想法其实嘛不要紧，因为这都是过程嘛吼。我即摆就是爱接受讲，有一寡代志，以早讲，应该就是安尼啊，后来若较醒了，讲我迄时阵台语拢讲无好势，我嘛不要紧安尼无好好练习。就是亲像我即摆若拄着一寡人伊就想要讲台语，但是讲诚久拢共款，就是音拢无正，但是就无要无紧。我嘛想讲，这人若有心去学想要练怎会阁无进步咧？就亲像即种现象，变讲，变讲，安怎讲？哪会讲来遮吼？就是讲，我嘛有做过即种人即种无要无紧的人，就是我嘛有做过即种对未来做无安全感，嘛定定拢要家己的运命想甲做悲惨的。这其实我以早就定定安尼，就做想讲，这天下遐大，我无一个所在会当大。我做这嘛无够格，做迄嘛无够行情。我哪会当做的代志遐少？哪会遐痛苦？拢爱做勉强家己，去做啥物代志？哪会无啥物定定咱故事会讲的选题的管理，就是讲你若讲拍拼，读册读足悬的，诚够趁钱，你变成一个好野人，你着有选题的管理，这是咱定定流传的一个故事。其实毋是安尼，就是但是我嘛有迄种过程，就是想法拢超工互家己诚痛苦、诚孤单、诚虚伪，我着享受即种虚伪的感觉但是我觉醒以后呢，我着会调整讲即种想法我家己调过来这就是一个过程嘛所以讲，我爱接受讲，这就是过程啦。你若看一个人忧郁症，想啥物代志拢做负面的，嘛免去甲人笑讲你看，这着想法啦，想法伤负面啦，啥物，这拢是伊的想法，拢是会使一个人变诚痛苦的想法毋免去甲人笑，嘛毋免去甲人就是讲，嘛毋免去安尼，嘛毋免去安尼感慨感慨即件代志，拢毋免。这就是一个过程尔。对伊来讲，有可能即马想法拢做负面的，做忧郁的，忧郁的做痛苦的，做忧愁的做忧愁的。但是有一天，伊可能会找着伊的路呢。这就是过程尔嘛。咱嘛定定听一寡即马做有创作力的人，做者好作品的人，你讲伊嘛是有忧郁症嘛，嘿。以早有嘛，所以讲这无代
表啥物，无代表讲这就是一个缺点吼。我即马就是爱调整一寡想法，就是讲这就是缺点，这就是优点。自细汉大家拢讲爱写啥物，我的缺点，我的优点是啥物吼。这大汉以后嘛是爱写，你若去找头路，你的劣势吼，你的强势，你的优势你的劣势都爱写。所以变讲，这就是一种二分法。二分法就是看这个人就这无效啦，伊的思想啊，伤负面啊啦，伤黑暗啊啦，会伤安怎有诶无诶，这就是二分法嘛。你家这过程当做一种人生诶缺点、优点，这嘛真好笑。就亲像讲今仔日读迄台湾通信诶一个读册会，有人污染就是一直讲袂好势。但是污染我可能比伊搁较讲一丝仔，因为我即摆来练嘛是无定定讲污染，嘛是讲啊袂好势。但是有可能讲一礼拜后伊污染真够讲。我哪有可能讲这一礼拜我可能就拢在讲华语啊，咧写华语的小说嘛，无得卡啦嘛。变讲污染嘛讲袂好势。所以讲何必去比较，讲这个人会晓讲污染无？我嘛定定有一寡词嘛是会受着华语的影响，毋免去比较这毋免讲把这当做一个缺点。这拢是一个人的过程，人有家己的时间表就亲像阮定定伫写程序有一个，就是家己的这物件这就是一个人伊的内底，伊的内在内底有伊家己的时间表这时间表每一人拢无共款，伊的顺序嘛无共款。所以有人可能讲会先拄好的代志然后拄着无快乐的代志，有较有起有落有起有起有落有失志有较好的时阵就是安尼。变讲每一人的迄种波浪其实拢无共款。咱嘛毋免去比较，用咱的时间表去甲别人对，其实毋免安尼。咱就是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时间表，拢有家己的世界。但是咱拢讲共齐，搁一个即个大的世界、大的时间安尼拄着。就是安尼尔，就是像我写的物件写的程序内底有物件物件物件内底有伊的一寡一个可能时间搁有伊若会振动，伊振动的一寡方向一个顺序一个原则一个路一个规矩规则所以讲，咱就无需要讲去幻想别人应该安怎逐个嘛，我嘛爱安怎，就变讲有一个标准。所以讲，定定就是会甲家己心内即种标准提出来，甲别人比。为虾物会安尼呢？就是咱对家己无够了解，所以讲有足强的需求，就是爱去看别人的优点、缺点是好是歹，是失智还是讲做样的若讲看别人诚好，咱就会怨妒嘛。怨妒的原因就是对家己无熟悉家己，毋捌家己因为毋捌家己，所以讲
看着，就甲别人吼，就为外口去看，啊，你嘛对伊嘛无熟悉，啊，就用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想法，就讲，哦，伊的标准应该是安尼，哦，啊，甲我的比起来，吼，就变讲咱就创造一个假的幻想的标准，哦，一个扭笑，安尼到处去扭的，拢是会家己就开始无欢喜，就讲比人比袂过，哦，所以讲真正是安尼，就是我的想法爱去改变，毋过嘛毋免伤紧张，因为这著是过程嘛。哦，有可能就是会想要看别人爱较无好势啊，讲我即摆拄着一个足水代志啊，拄着一个足烦恼的代志啊，咱著介意听，听会想讲加载我无遐悲惨。哦，这是咱人即摆搁伫学的阶段会有即种现象。哦，但是嘛毋免去烦恼，讲我哪会使安尼？但是我会知影讲，用啥物方式互我家己较快乐咧。哦，若讲我用即种思想的方式，会使家己真痛苦，讲我哪会今仔大伊的分数是40分啊，昨有50分，即摆变40分。哦，若定定安尼，当然就是无快乐的即种思考方式。当然就是爱家己调整，因为即摆就是调整甲互家己逐工拢做啥物代志，拢讲做迄有学着物件哦。这人嘛真好，因为伊有使我钦佩的所在。今仔这人咧讲话嘛袂讲足无聊，浪费我的时间白啊！我想讲。伊讲这话有达着我去听的必要，就是安尼，就是爱定定用即种方式来思考，但是毋是因为讲，爱做圣人啦，爱做一个啥物标准的人，毋是，是因为讲安尼想以后，我会变甲真快乐，会活更快乐，所以讲。就是爱调整家己的思考方式。